Billy 咧嘅作品咧嘅五支旗杆喎。咁咧我即係 Billy 咧就有一個嘅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話咧叫大家千祈咧唔好忘本喎。點解呢個五支旗杆同埋忘本咧會扯上關係咁咧？咁早2、3個月之前，我睇新聞就知道五支旗杆對開嘅巴士站咧就有可能會改建，即係過多幾年咧，嗰度嘅面貌咧可能已經唔同咗。咁我就希望用即係 LEGO 咧去到表達翻呢一個地方，即係可能過幾年之後都會有一啲模型可以令人哋懷念翻呢個地方。咁啊，我啲呢個模型都上得非常之仔細啦。整體上嚟講咧，其實你覺得最難咧係喺邊一度咧嚇？最難嘅地方其實係成個模型嘅比例咯，因為我希望砌嘅地方其實係幾大㗎。如果用翻LEGO 公仔嘅比例嚟講咧，就好多地方都可能係未必跟足比例，係要縮細翻。例如啲大廈啊、碼頭啊都要縮細翻啲。我見到呢個比例實得相當之靚啊！其實唔介意咧，我睇爆少少啦，因為咧我知道咧阿 Billy 咧嗰個電視機咧，話俾大家知係攞咩嚟做㗎？係用一個遊戲機嚟做㗎嗬，我覺得相當之有創意啊！俾啲掌聲嘅 Billy。跟住落嚟咧，就要問阿招強啦，招強，hello，講呢個名得唔得㗎 ？OK 㗎，可以，招強冇問題。叫我 CK 都得嘅 ，CK 都得 ，OK。咁啊，你嘅作品係我們的尖沙咀鐘樓喎，咁啊，裏邊咧仲加插咗好多燈光啊，好似成個幻彩耀香江咁樣啫。喂，其實嗰個難度喺邊度咧？難度就係、其實我咧當初花咗成近3、4個月時間去揀呢一個題材。咁究竟係揾一個香港嘅咩地方可以 present 到今次嗰個特警個主題咧？咁諗咗好耐，咁最尾就諗咗文化中心呢個位，因為都幾代表到香港。咁同時間亦都加插咗一個特別嘅 effect 落去啦，又有燈光效果啦。咁幻彩會加上佢 LEGO 積膠嘅作品，我相信全世界都唔會好多機會見到嘅。咁今次突破少少咯。我見到咧都砌得相當仔細啊，咁啊連啲碼頭啊嗰啲木躉嗰啲咧都要砌晒出嚟咁樣。成個作品用咗大概幾多塊嘅 LEGO 咧？估計到啊，但係我相信介乎1萬至2萬到啦。但係個作品咧個重量係超過10公斤重。10公斤，哇！認真犀利。咁搬運嗰陣有咩困難？同埋你喺邊度砌先？又係，我想問下啦，咁大個作品邊度砌先？我好想借呢個機會多謝我老婆。我冇 Sena， 因為實在太辛苦老婆，因為我都係成半個廳都俾呢個作品霸咗。咁同埋運送嗰陣時咧，其實咧我哋即係我同阿小紅同埋阿 Vincent 咧3個人咧 call 咗個密斗貨車嘅車嚟嘅，咁互相幫助大家去送過嚟。如果唔係就好難搬過嚟。哇！都真係每個成功男人背後一定有個女人㗎。咁 LEGO 又要財政上支持。要 Peter 又要多謝 Peter 總理啦，咁又要。多謝。OK， 唔該晒。跟住咧，我哋有請係 Leo， 咁啊佢作品咧叫做《回歸家》喎，幾得意喎個名，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咧嚇？其實都係懶詩情畫意嘅啫。我開頭諗住啲人咧，其實都係特登改個名咧 ，instead of 改個即係講個實物個名咁樣。咁呢度係邊度咧？其實可以同大家講下咧。其實呢度係石硤尾下村嚟嘅。石硤尾下村嚟嘅，即係7層公屋嗰啲嚟嘅。係啦。而家都所剩無幾啦，香港都買少見少㗎啦。係啦。你自己唔係喺度住過㗎啦？其實我唔喺度住過，但係我就住過公屋嘅。係啦。7層高，我諗你個年紀睇落去都唔係好大啫，應該都未試過住嘅。其實7層高都係去到好後都仲有嘅。咁如果即係平時細心觀察都會發覺到有咯。咁你覺得砌呢個作品嘅難度喺邊度咧？其實基本上呢個我覺得係幾容易砌嘅嘢嚟嘅。咁你話難度就係同原本個顏色其實會爭啲，咁變咗你就唯有係用佢近似嘅色去攞個神韻咁樣算咯。咁我相信你絕對捉到呢個神韻啦，因為咧都相當之成功，相當之神似啊。OK， 唔該晒。好啦，仲有一位嘅參賽者咧，就係阿黃毓翔，係嘛？我冇讀錯名啊。OK， 咁啊，你嘅作品咧就係香港禮賓府喎。點解會揀阿煲呔曾住嘅地方咧嚇？我見到煲呔曾喺咪度㗎？喺咪裏面㗎？喺邊度㗎？煲呔曾喺呢個露台嗰度。喺露台搞乜鬼咧佢？睇住啲市民。睇住啲市民啊！睇住個牆，最緊要就係睇住個禮賓府。咁啊你覺得砌呢個作品個難度喺邊度啊？同埋即係點解當初會揀呢個禮賓府嘅地方咧，作為你嘅參賽作品咧？
因為我自己比較中意歐式嘅建築咧，咁咁啱呢個禮賓府幾合我心意喎，呢個題材。之前你有冇參觀過禮賓府，即係入去特登實地觀察下，咁然後先至砌呢個作品出嚟咁樣嚇？咁佢1年先至開放1次，咁上年嘅事嚟嘅，都有籌備到1年嘅咯喎，真係。OK，唔該晒。好啦，咁10位嘅參賽者咧，可以回翻嚟台中間少少咁啊。係啦，俾大家見清楚你哋。咁10位參賽者頭先分享過你哋咧，即係砌呢個模型嘅心得。不過呢個時候Peter 你又講一講你對今次參賽者嘅整體表現同埋嘅作品，你有啲咩感想咁咧嚇？其實咧就喺4年前啦，咁開始第一屆嘅 LEGO 嘅拼砌比賽啦。即係當年咧參加嘅有一部分嘅參賽者咧，即係我而家都會見到喺度啦。不過喺印象裏邊咧，我可以好肯定咁講啦。喺今年嚟講，嗰個大家喺嗰個無論喺個技術層面啊，喺色彩啊，或者佢攞主題嗰個即係嗰方面嘅準確度咧，係比以前咧更加好嘅。咁好多時你哋會講 LEGO 都係相同嘅，冇乜分別啦，都係一塊 LEGO 嘅方塊。點解我哋參賽者喺4年前同今日有一個分別咧？其實就係代表 LEGO 嘅特別嘅獨特性，佢就係注重咗創意，創意係無限嘅。咁而每一個參賽者亦都係因為4年嘅一路嘅進步咧，你可以睇到佢哋越嚟越心思慎密，出嚟嘅作品都越嚟越精彩啦。咁仲有呢度，我諗我因為時間可能好趕，咁我首先我諗要多俾少少感想啦。除咗呢度，就係多謝翻一班努力嘅人士啦，參賽者啦，大會啦，尤其是佢哋俾咗個場地，我哋可以喺度發揮，可以俾到個參賽者好有滿足感，俾50萬嘅應該多過50萬，我諗今70萬都有㗎啦嘅人士可以在場欣賞啦，各位評審啦。你哋幫咗我哋，亦都好難喺眾多嘅高手裏邊分出一個勝負嘅人士啦。咁亦都可以多謝呢個唔同嘅 LEGO 嘅迷嘅會啦，包括 HKLUG 啦，亦都包括人仔倉啦，佢哋給予我哋大量人力物力嘅支持㗎。咁俾啲掌聲佢哋啦。的確係相當之特別嘅，亦都咧係需要各界嘅支持咧，所以咧我哋嘅 LEGO 嘅賽事咧先能夠舉辦得相當之成功嘅。咁呢個時候咧，頭先Peter都講過啦，我哋今次咧大會咧係請咗咧3位嘅重量級嘅嘉賓啦，潮界嘅代表咧作為我哋今次 LEGO 拼砌比賽嘅評判嚟㗎。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就請佢哋出嚟咧同大家咧頒獎嘅。首先咧我哋有請就係資深跨媒體創作人歐陽應齊先生上台㗎。歐陽應齊先生咧係涉足創作嘅領域啦，相當之多嘅，又有呢個漫畫製作出品界啦，又有中文漫畫評論推介啦，到美術指導、平面室內設計，同埋咧亦都有從事電視台嘅節目主持工作嘅噃。旅遊寫作家居飲食專欄乜嘢都有㗎。係叫佢Jago係咪咁叫你㗎？點叫都好，冇所謂。OK，Jago，不如你又講下，你覺得簡單啲講下啦，今年你對即係個作品個感受係點樣咧嚇？其實作為一個觀眾咧，即係入到去，即係我都唔當自己係評判，因為作為一個觀眾入到去已經係即係，哇！即係完全唔識出聲嘅，因為即係我自己都係細個嘅時候有砌咁，但係可能呢10幾年做咗其他啲嘢，但係翻轉頭睇翻有啲朋友原來係咁專注，咁喺即係真係用一個咁簡單，但係又演變出咁複雜嘅一個咁嘅拼湊咧，咁所以都即係好感動嘅，其實一路睇。咁我呢幾年成日都講話咩集體回憶啊咁，但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砌 LEGO 裏面咧，反而係應該有好多個人嘅回憶喺裏邊咯。咁我唯一有一樣嘢就覺得砌咗出嚟之後咧，唔知道大家拆嘅時候咧，嗰個心情會係點樣咯。咁嗱，我哋成日都講話唔知政府或者點咧，就隨時拆咗啲嘢去啦嚇。咁但係又會挑戰大家就係自己拆嘅時候又唔知會點樣嘅。砌難，拆就更難啦。我相信係更難啦。OK，唔該晒Jago。跟住落嚟咧，我請第2位嘅頒獎嘉賓啊。